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初5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北车头对今仔日到初9会设置莫德纳疫苗注射站，部分国籍随到随住，也有奖品通好摕。到了三辉举办赛车的活动，有一架车启动着人，致死6个人重伤，市公所甲婚姻观光协会罚款15万。2021亚洲帕拉青年运动会当伫咧巴林王国咧举行，台湾伫电竞的项目已经摕到3个金牌、2个铜牌啊。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国内今仔日无本土嘛无死亡的个案，不过有新增加4个带病入境。为着因应变种病毒 Omicron， 指挥中心宣布，为今仔日开始到拜四初9，伫台北车头会设置莫德纳疫苗注射站，唔免预约，随到随住。另外，针对劳动部甲经济部等4大部会管理的24类场所，为明年1月初1开始，所有员工拢爱完整注过疫苗才会当上班，也就是讲12月17进前爱注过2档疫苗。新冠肺炎疫苗注射，请往这边走。若来做疫苗，就免费得到100块超市礼款，吸引不少人来做莫德纳疫苗。有点难约，然后不知道到底要怎么约，然后刚好看到，想说就赶快打一打。比较方便，而且又宽敞，医院人多嘛，还有门诊啊什么嘛。为要冲疫苗注射率，疫情指挥中心伫12月初5到初9下晡1点到暗时8点，伫台北车头大厅西平回廊设莫德纳注射站，免预约，随到随注。所有还未注完整疫苗的在台人士，拢应来注。它的对象是18岁以上从未接种第一剂，还有第一剂打莫德纳疫苗满4周，或是第一剂打 A 疫苗满8周。为防止新型变异株 Omicron 的危险，降低社区传播风险，指挥中心宣布，要针对部分场所强化注疫苗防疫指引，包含教育部管理高中以下学校甲幼儿园、儿童课后照顾中心、地区补习班等；经济部管理 MTV、KTV、歌厅、舞厅等8大场所、大型训练场所等；劳动部管理职业训练场所、卫福部管理托婴中心、实地社区服务据点、亲子馆等，所有人员爱注满2剂疫苗，而且满14天才用工作。若捌确诊，爱摕3个月内解除隔离证明书、应免疫苗证明。若经过医师评估是无建议注疫苗人，也爱附证明。新制为明年元旦开始，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所以请相关人员尽速于今年的12月17号以前完整接种2剂的疫苗。指挥中心强调，新制上路了后，相关部会会加强查核，若业者无符合规定，爱限期改善。教育部也已经发公文，要求全国中小学为12月20开始陆续安排12到17岁青少年伫校园集中注第2剂免体疫苗。呼吁避开期末考、学测等重要行程。国内新冠本土疫情，初5礼拜2继续加零，已经连续31天零确诊，也无死亡个案。不过增加4例境外移入病例，其中3人是突破性感染。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正开始注新冠疫苗到单，目前头1档的注射率是要到8成，也若第2档是超过6成，已经有达到指挥中心的目标啊。不过，有专家烦恼讲，要有2成的集会人是连1档都也未注。万一新型的变种病毒 Omicron 若入侵台湾，恐惊会真做是重症死亡高风险的族群。建议老大人注第2档疫苗注射率至少要到8成，边境才有解封的条件。国内第1期新冠疫苗注射率是7成8，第2期是超过6成，达到疫情指挥中心的有期目标。不过有专家认为，即马全球主流病毒株是Delta变异株甲Omicron新型变异株。65岁以上老大人第2期爱达到8成，边境才有解封的条件。记不记得5月那一次，多半死亡都发生在60岁以上，还有重症，这群人其实才是会不会压迫到医疗最重要的一群。专家表示，南非研究发现，Omicron 2度感染风险比Delta高3倍。各国拢赶紧要注第3期疫苗。虽然国内还未出现 Omicron 确诊案例，不过疫苗注射率爱阁提悬，社区才会安全。有医师就建议，除了伫卖场设注射站，应对民众发健康券，鼓励民众去注疫苗。所以我们可以搭配。像县市政府提供一些所谓的类似健康券，那让他们可以把打完之后，那借由这一些他们拿到的类似健康券，可以应用在自己的
所谓的医疗的健检或者是医疗的支出上。专家表示，奥密克戎的传播力是不是真是比delta较悬，是不是有免疫独特特性，甲是不是真是轻症化，拢爱搁较侪实证研究。如果搁一两礼拜，科学家都有上新的研究结果出来，伫这进前，建议民众爱是过来洗手、挂喙安做疫苗，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伫花莲的东德站，今仔日透早6点外的时阵，有一只水牛伫铁基路撞来撞去，大家看拢是拢惊一跳。加在这只水牛的主人伫咧半点钟内，就把这只牛赶离开铁基路，并无影响列车的安全。画面内底这只水牛伫咧铁基路撞来撞去，加在迄当阵无火车驶过，因那代替的人员是赶紧把迄段铁基路封起来，请警方赶紧找到这只牛的主人，把牛牵好走。因那牛牵转去了后，主人有去警察局做笔录，嘛以铁路法甲裁罚。代替表示，未来会检查沿线的栅栏敢是有空棚，避免动物走入去，嘛会加强铁基路沿线民众若是持精神相关的管理，来维护行车的安全。所以，咱来关心云林斗六市。斗六市公所拜六举行赛车的活动，所发生启动着人意外，造成6个民众受伤。活动现场就随取消。县府经过初步的调查，认定主办单位也就是公所甲观光协会，无甲安全也有交通管制做好。县府是以违反公路法，甲因裁罚拢总15万。涂骹有真长的恋爱痕迹，明显看到偏向路边，风口着车身甲车门看会出来，拢落落去，顶壳也破去。这是宝地云林的斗六举办的风龟赛车活动，造成6名民众受伤。云林县长张丽仙讲，会对主办的市公所甲观光协会弹罚，造成了民众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还是以最高罚则15万来进行开罚。张丽仙表示，主办单位无做好安全维护甲交通管制，确实有疏失。另外，云林县观光协会表示，事前甲公所评估，这条嘉兴路真直也真宽，也依法向县府的公务处甲警方来申请路权。活动前3天也一直来现场勘查，确实发现承办的单位无依照合约来设置围篱。说当初我们在计划及规划的时候，可以一直要求我们都有要求，这是承办的公司来做好这边的规范。结果他后来没有做，也发生了意外。当下停办就很奇怪啊。对啊，我那时候其实也有提过啊，说你们要不要再延后一点？斗六市公所坦白讲，活动时程已经规划啊，无到讲话停就停。虽有要求民众徛伫红砖路顶面，也过人真多，无到管制发生意外。有关的民众讲，普通道路举办赛车也是有危险性。什么都没有，就在一般道路上，那就跟外面违法的那个赛车有什么不一样？云林县府表示，除了负起伤者医疗甲赔偿以外，也来调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未来举办活动的优先考虑安全，尤其无鼓励在这款的道路的条件举办相款的赛车活动。记者综合报道。12月初1的时阵，油价才打落1.1尔，中油阁宣布汽油一日要调降2，柴油降3，因那9无烟汽油是调降做200.8块。虽然油价有落，不过拍卡经济压力也是真大，侪民生用品甲工业的原料等等价格也是直直起。国内油价真罕见，伫一礼拜内2摆落价，而且拢超过1块以上。为压制物价，行政12月初1先降汽柴油货物税，油价降1块1。所以，中油初5各公布新一礼拜油价初6 0点开始，汽柴油各降2甲3，尤其95无烟汽油降到28块8角，是2日来降上济一摆。袂少赛车人拢感觉袂歹。我1个月大概要加5次油，所以它如果涨价的话，跟没有涨价之前大概会差1000多块。是因为包含了Omicron 新的变种病毒，大家的忧虑，美国跟伊朗要重启核子谈判，这些因素影响是油价大幅下滑。依据7D3B 跟汇率相关的变化，下个礼拜的降幅跟过往比起来几次是降幅比较大的。不过，物价油源是一直起，其中米啊已经免除6.5%的关税。不过，真侪面包店介绍油源拢无落。没有涨价是因为之前可能它的价钱就已经定在一个目标了。2包吐司，1个法国面包，2个法国甜的法式吐司，总共是440几块。通货膨胀压力大，装潢费也变贵。有业者表示，现在也一直起，有的物件1个月起3摆，拢唔知要安怎向人客报价。
自己的成本我自己都会吓到，木板的板材啊，然后一些铝料、铁工，反正每一个它都涨了。这1-2年营建业缺工的这个状况，这个工资的这个价格上升了。学者有讲，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2%，有讲11月 CPI 可能落伫2.8%到2.9%之间。疫情加上中国能源管控，全球供应链出现断裂问题，特别是零组件出现抢货潮，产品价格提悬。明年顶半年通货膨胀压力尤为严重。记者综合报道。搁13天的时间，就要举办公投啊！无共政党拢把今仔日伫全国举行活动，宣传因的立场。然后，民进党是由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伫台北市宣传4个无同意公投的主张。另外，国民党是由党主席朱立伦甲前总统马英九去南部宣传公投4个同意的立场。4个同意保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前总统马英九分别在台南、高雄各地宣讲国民党4个同意的公投主张。马英九讲，公投是人民行使宪法的直接民权，无温存拍折，限制别使绑大选。也质疑蔡政府讲，即阵桃园天然气第3接收站未起伫海草岛顶面。马英九批评其实已经起着啊，对着核数重新启动议题，伊认为核能安全无问题，也是能源多元化一部分。马英九也批评内地影响食品安全。那些莱克多巴胺都藏在内脏里面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反莱猪，好不好？好。蔡总统说没有关系，让他进来嘛，你不去买就好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不是呢？你猪进来的时候，猪不会跟你说我不是莱猪，不可能啊，对不对？民进党是伫台北市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百工百业公投宣讲活动，除了公投议题，相关部会甲地方首长上台为政策来辩护。行政院长苏贞昌甲总统蔡英文也上台来宣讲。蔡英文强调，这4项公投若通过，会对国家的未来造成影响。如果我们不敢站出来，让公投结果拖累了国家的进步，让台湾在陷进合适的泥沼里面，再回到缺电的风险中。经贸又被锁回过去的单一市场，民主被混乱的选务影响。蔡英文强调，大选甲公投方面，一个是选人，一个讨论政策。若是白斗阵，人民无法度对重大议题好好来思考。希望民众支持政府即阵的政策，投下4个无同意。记者综合报道。伫印尼有一粒火山，测试下晡喷发，造成至少13个人死亡，约100个人受伤。附近几千个民众是赶紧离开去安全的所在避难。大量的火山灰喷向空中，民众惊吓逃生。印尼东爪哇省塞梅鲁火山当地测试下晡喷发，至少13人死亡，98人受伤，数千民众紧急逃离。Kemudian yang luka-luka parah.Luka bakar akibat lahar panas, kurang lebih ada 41 yang dievakuasi di Puskesmas Penanggal. Yang luka bakarnya sangat parah, kita rujuk ke Rumah Sakit Umum Dr. Haryoto, kemudian Rumah Sakit Bayangkara,dan sebagian di Rumah Sakit Pasirian。天顶拢是火山灰变甲乌麻麻，真热厝拢互冷熔岩淹去，互人心惊惊。火山喷发重创乌麻江关一座村庄，超过300户家庭被逼到临时收容所避难，因为桥拢害去连外交通也断。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派救援团队去协助临时避难所的灾民，毋过互火山灰高高的沙巴阻挡。印尼是伫环太平洋火山带，火山甲地动真济，境内有130个活火山。塞梅鲁火山是爪哇岛上关山，有3700公尺。顶一摆喷发是今年1月，迄个时阵无人员伤亡。公视新闻因浩如编译。伫新竹台中各界品田山发生爬山意外，有一个负责人甲朋友做伙去爬山，无细二煞跋落坎脚，不幸来死亡。遐地形是真惊，搜救人员冒险真无简单，才甲遗体送去安全的所在。另外，伫高雄的南茶山，也有民众去爬山，因为天暗嘛找无路，掉伫山顶。加在消防人员落尾是有伫山顶找到这个人。
山区愈来愈暗，气温也愈来愈低，搜救人员尽全力，要将无细枝跋落山坎的涉案的女子的遗体送到3角点，等下工直升机来吊挂。今天一定要拖到上面，明天才可以将它吊挂。武陵四秀之一的平田山，顶礼拜四，苗栗县32岁涉案的女子甲2个朋友去爬山，这时早起经过第2段阶时阵，无细枝跋落超过100公尺的山谷。新竹县消防局接到报案，坐直升机到山屋下测山谷救援，暗过人已经往生。今年5月，平田山断崖也发生一件爬山的人无细枝跋落山坎死亡意外。呼吁山友，如果能避免，尽量避免走这一段路线。如果真的要走的话，麻烦将背包与人员分开下降。来，摄影，赶快找到行了来。警消伫树林之间来回找找，总算找到迷路的59岁姓王查甫人。其实暗时高雄的南茶山，讲是爬茶山20-30年经验的查甫人。落山的时阵，因为天色正暗，装备无齐全，迷失方向，靠手机信号联络家属。警消用点外钟协助脱困。民众还是尽量走那个木栈道，如果你要走秘境的话，还是要专业人士带。比较安全。这50人得救了后，身躯和家人到擦伤有真疼感觉。落山了后，由家属送去治疗，结束一场生惊。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关心这个体育的好消息。2021亚洲帕拉青年运动会目前当伫咧巴林王国咧举行。台湾这届拢总有13个选手参加。到初5下晡5点的统计，顶级的项目目前已经摕到3个金牌、2个铜牌好成绩。当伫咧巴林举办的2021亚洲帕拉青年运动会，咱国选手表现出色。电竞项目高义勇走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拢摕到金牌。吴玉业走700公尺加200公尺铜牌。另外，吴义勇走400公尺，嘛以1分9秒7的成绩，破全国 T11、12、13 3组分级的纪录。教练张福生表示，选手的心理状态是上重要的。练习以外，就是要选手临场的表现要正常，这是上重要。一般的成绩偌济，来到这就差偌济，错了我都突破纪录，就是选手临场的表现。吴义勇3年前开始练电竞，认真专注练习是维持成绩的秘诀。这次头摆出国比赛就摕金牌，也特别感谢教练加陪走员。有时候成绩会一直上不去，就是要一直去练啊。去把感觉找回来，只是觉得很感谢学长啊、教练和学姐这样。学长他是我的陪跑员，然后他在比赛的时候就一直都带着我，然后教练也在旁边，然后陪我这样。亚洲帕拉青年运动会4年办一摆，今年台湾计共13位选手，分别参加电竞、游水、地板垒球、羽毛球、乒乓、跆拳道。目前比赛搁咧进行，代表团也邀请民众上面册台湾 in Bahrain 关心上新消息，替选手加油。记者杨淑晴采访报道。儿童福利联盟今年满30周年，特别办一个儿童权利的主题展览，邀请画家用画图的方式，要来让大家了解囡仔需求甲囡仔心声，而且囡仔人嘛有表达的权利。图内底主角表现出悲伤、转向行路的这幅图，要讨论的是囡仔的健康权。儿童福利联盟举办儿童权利主题展，透过插画图的表现，亲像表演权、游戏权等等，希望大人通更较了解囡仔人的需要。有游戏的空间，有游戏的时间，这样他可以跟他的玩伴一起玩，而且在户外的部分这样子。那你看后面这种就是黑白的部分，就是它可能呈现就是很多现在一般孩子的一些状态，透过插画的方式，大家就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就是说孩子的笑容要怎么出现。儿福联盟表示，为着让儿童人权的概念更加深入社区，因特别请插画家连接儿童的高大权利，亲像儿童的隐私权。即马网络使用手机有啥物危险？阁有儿童表达权利等等，用图文的方式，伫全台7间独立册店来展出。他们觉得是可以更容易理解，然后每一幅，他们甚至觉得每一幅画就像一本绘本一样，可以很好的去研究一下里面的画的内容。然后旁边我们又有搭配对应的主题书，那他们其实在于了解那个画了之后，可以再去看书，会更有感觉。
囡仔嘛有家己的想法甲心声，册店表示，因少年线透过相关册本，消解家长林捌者的议题。立法联盟嘛指出，囡仔人儿童权利主题展会办到12月底，希望透过侵入社区的方式，让大人改变囡仔人有耳无喙的旧观念。记者电眼文李玉凯台北报道。嘉义县在地布袋戏团三麦堂，去年捌甲因的一出戏剧拍做是电影来放送。今年因摕到文化部的纾困补助，要开始来翕第2集啊！即马开放片场，让民众来参观，希望让大家了解布袋戏电影制作的过程。手动片头，3、2、1， Q。为着要迄电影当中一个角色的反应，有人摇刷，有人用机器吹风。嘉义县在地布袋戏团队三麦堂，即马当咧翕电影《如情似水》第2集，伫现场无闲的人，拢是因为介意布袋戏来学习的技工。有上过课的学员，因为他们已经学过搭台，他们也学过怎么去照树、怎么去喷砂，所以这些比较基本的工作呢，他们都会来协助。原来拍片需要这么多人手，然后有这么多人愿意付出，然后有这么多人会自己还会买点心来，然后付出劳力，然后不求回报。摕角色配音，换镜头了后，开落去人行啊，一个人都有4、5项工课。三麦堂讲，第2集的场面比第1集搁较大，敢若大舞台大概4点钟，所以希望透过课程甲开放参观吸引民众。那我们原本的志工人数根本不够，尤其是搭台拆台，所以我们才会开设这个微电影工作坊，就是让中正大学的学生，还有我们嘉义县市的民众都来参与。因为平常时大家拢有家己的工课爱无闲，三麦堂今日当利用拜6礼拜的时间，伫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内底拍片。三麦堂讲，虽然进度无法度真紧，但是会努力甲第2集的内容翕甲比第1集更加精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